政府全速發展北部都會區，打通新界東西嘅骨幹鐵路北環線正式啟動。3、2、1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、港鐵主席歐陽伯權等去到元朗水尾路出席啟動儀式。而家處喺嘅地方，正就係北環線項目建造工程第一個隧道鑽挖機啟動豎井嘅工地，準備進行首段隧道建設工程。在此舉行啟動禮特別有意義。呢個鐵路項目將有助北都嘅通達性同聯繫。北環線主線有5個站，連接屯馬線嘅錦上路站同埋東鐵線新起嘅古洞站，途經坳頭、牛潭尾同埋新田。支線就屬於跨境鐵路，由新田站經洲頭、河套跨境進入新皇崗口岸站，直入新皇崗口岸大樓。項目會引入同鐵路相關嘅內地同埋外國標準、做法同埋資源。陳美寶就形容係一項突破。我哋會希望為香港嘅鐵路構建一個新嘅鐵路標準。我哋係希望能夠將內地同埋海外最好嘅精華、最好嘅標準，都能夠包含咗我哋香港未來將會建構嘅新鐵路標準。從而咧，我哋會結合翻內地嘅一啲建造嘅佢哋嘅優勢、佢哋嘅團隊、佢哋嘅器械、佢哋嘅機器咧、設備都好啦，我哋都能夠率先能夠喺北環線嘅呢一個主線嘅第一期咧，都能夠係適時地採用。佢又話希望盡快